杭州亚运早起咱是大船入港，摕到3块金牌。伫个花轮出兵3000公尺的接力赛，男子组甲女子组拢来拍败着南韩，摕到金牌。另外，伫个轻艇竞速1000公尺的决赛，台湾的好手罗冠杰逆转胜，摕到中华队史上的第1块金牌。 台湾的选手真正是有够牛，伫亚洲运动舞台初练的溜冰选手，一个伫杭州创造好成绩。伫今日比赛3000公尺接力决赛，正日2天摕到金牌甲银牌，刘义选、李明德、杨合晶、也有石派武4位选手组成一组，最后以4分19秒447的成绩冲到第1名，为中华队伫这届亚运得到第10面的金牌。所以自己心里其实蛮紧张，尤其又是担任最后一棒。 比较重要的角色，那好险队友们强大的火力支援，让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在上面去做最后的冲刺。第11面的金牌拿了嘛真紧，初练的溜冰3000公尺接力男子组由蔡祖正、黄玉林、陈彦成，也有郭福显出征，负责最后一棒黄玉林超过对手，确定以4分05秒692的成绩排第1名。中华队就包办男女接力的双面金牌，就是一起吐了一口气，对，所以。 应该是说没有遗憾，真的没有遗憾。对，厉害台湾选手也有伊伫轻艇竞速的决赛罗冠杰写出新纪录，今年5月份才伫世界杯摕到冠军，即马伫杭州亚运1000公尺单人的决赛，本来要输人的罗冠杰一直弱超过真济高手，最后干以0.052秒之差摕到第1名，即嘛是台湾伫这个项目头一摆摕到金牌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